大家好，今日係4月14號星期一。上個禮拜五咧，上個禮拜六咧就特朗普宣布放寬手機同埋電腦等電子產品嘅進口關稅。今日港股開市咧就急升，恒生指數升449點，國企指數升168點，科技指數升152點，阿里巴巴升4.3%，領指數升63點。騰訊升2.16%，領指數升36點；匯豐升2.25%，領指數升34點。手機同埋電腦股升得最多，聯想升8.6%，升幅最大嘅藍籌。比亞迪電子升6.5%，舜宇光學升6.2%，瑞聲科技升6.2%，優泰科技升8.2%，高偉電子升12%。開市之後嘅升幅擴大到500幾點汽車股急升，吉利升4.2%，理想升2.9%，小鵬升7.6%，同埋呢個蔚來升8%，但係咧海底撈跌3.1%。恒生指數最高升到21517點上晝收市咧都升504點，國企指數升168點，科技指數升131點，成交1543億元。下晝早段升幅收窄到400幾點。醫藥股升，石藥升9.1%，升幅最大嘅藍籌。藥明生物升6%，百濟實就升8.9%，中生製藥升4.2%。金礦股上升，金價再創新高。山東黃金升9.4%，紫金升1.76%，招金升5.3%，中國黃金升3.5%。石油股都升，中石油升5%，中海油升2.8%。收市恒生指數升502點，國企指數升164點，科技指數升114點，成交2533億元。科技股、電腦股、手機股帶領港股上升。